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7月12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养老贷。这两天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说，多家银行推出养老贷产品，这个也是叫闻所未闻，以贷款来养老。我们听说过消费贷、经营贷，什么按揭贷款、住房贷款、贷款买车。这个养老贷是什么东西？媒体报道说，近期湖南省至少40家银行落地了养老贷产品，这个产品一宣传就引来广泛的关注，争议呢也就不断。7月10号，记者发现有部分银行火速撤下养老贷相关宣传。根据此前推出产品情况来看，平江农商行、邵东农商行、长沙农商行、恒东农商行、茶陵农商行等推出的养老贷产品，贷款利率均按照 3.1% 执行。醴陵农商行、湘潭天益农商行为 3.2%， 安乡农商行、冷水江农商行推出的产品利率则为 3.45%。 多家银行特别注明，贷款利率固定无浮动，无任何附加费。关于这个养老贷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我们来看一个介绍。这个叫看看新闻，它有一个节目详细的介绍了养老贷，大家看视频。进入新闻放大镜，近日养老贷产品在多地走俏，引发了市场的关注。湖南的多家银行推出的养老贷产品，专门用于补缴养老保险或者提高缴费的档次，最终呢达到提高养老金，让退休生活无忧的目标。这一创新的做法虽然为养老保障补上了缺口，却也引发了业内对于金融边界的热议。目前呢，多家银行已经火速的撤下了养老贷的相关宣传。记者调查发现，推出养老贷的银行约有40家，包括长沙农商行、华融农商行等。其中平江农商行、邵东农商行等推出的养老贷产品贷款利率按照 3.1% 执行。醴陵农商行、湘潭天益农商行的贷款利率为 3.2%， 安乡农商行、冷水江农商行等则达到 3.45%。 此外，多家银行还特别注明，贷款利率固定无浮动，无任何附加费用。那么什么是养老贷？养老贷实际上就是通过从银行贷款来补缴社保，或者通过提升缴费档次来换取更高养老金，退休后再用养老金优先偿还贷款本息，剩余部分归个人支配。这一产品主要面向2类人群：从来没有参保但希望一次性缴满15年的群体，以及已经参保但希望提档补交的群体。不过看似普惠金融产品，却因定价惹来争议。记者对比发现，湖南省多家银行给出的养老贷利率高于长沙市的房贷利率。有业内专家表示，养老贷这类产品虽然具有一定的普惠性，但是利率不低，同时也会引发对老年人债务负担加重的担忧。目前，多家银行已经撤下养老贷相关宣传。那么，养老贷是否真的能够改善退休生活呢？近年来，我国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面虽然说有所提升，但是灵活就业的居民缴费年限不足或者档次偏低，部分的农村居民尚未参保，临近退休的时候，补缴费用的压力会非常大。那么对于养老保险而言，养老贷能够增加缴费的人数和金额，对于银行来说，满足客户的需求，增加信贷的投放；对于居民而言，可以缓解缴费的压力，提升养老保障水平。看似是一举多得，可以实现社保部门、银行和客户之间的3赢，为何会引来争议呢？首先，从办理条件来看，养老贷大多是要求本地户籍并且持有社保卡，客户需年满59周岁至65周岁之间，贷款的年限最高可以达15年，金额的上限大多为9万元，利率则是限定在 3.1% 至 3.6% 之间。退休之后呢，用每个月领取的养老金分期偿还贷款的本息。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，在长达15年的贷款周期当中，存在着参保人健康状况变化、养老金政策调整等影响还款的不确定的因素。一旦借款人中途身故，那么剩余的债务很可能就会转嫁给子女，形成代际债务压力。我们再来具体算一笔账，以延陵农商宣传案例显示，假设呢，贷款人每年按照最低档交社保，或者是未交够年限，退休之后呢，每个月只能领取180.37元。如果一次性的贷款9万元，利率呢是 3.1%， 贷款15年，那么就相当于是直接按照最高档6000元每年缴纳社保，
退休之后呢，可以领取退休金824.27元，扣除了每个月的贷款利息之后呢，到手是229.7元，一年下来可以多出近600块钱。那么这种借钱养老的模式是否合规呢？根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，个人贷款的用途呢，通常是用于个人消费贷款、经营性的贷款。贷款资金流入社保和养老领域是否属于个人消费，存在着一定的争议，在制度上也并不明确。那么如何看待银行推出养老贷？它属于何种类型的产品？有哪些风险需要注意？招联首席研究员、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副主任董希淼带来他的解读。在农村地区，不少农民还没有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。临近退休年龄时，不少居民想参加以及提升缴费档次，这就需要一次性缴纳数万元，这对收入不稳定的这部分居民而言，支出压力较大。养老贷、续保贷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，但根据现行个人管理制度，养老贷、续保贷的性质较为模糊，存在合规性争议。个人贷款是指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、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，个人贷款用途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家有关政策。养老贷是否属于个人消费贷款，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是否属于个人消费用途，在制度上并不明确。此前部分银行已经推出了养老贷、续保贷，被金融监管部门叫停，或是因为贷款性质不清，存在合规性争议。建议金融监管部门可对个人贷款管理办法进行修改或者解释，明确将缴纳养老保险费用作为个人消费贷款的合规用途之一。商业银行应加强与地方政府及人力社会保障部门协同，进一步完善产品设计，并引入商业保险等风险分担机制，既要精准的服务好低收入居民，又要防范化解经营风险。事实上呢，银行个贷产品种类繁多，不仅有养老贷，有银行还推出过精英贷、流水贷、闪电贷、目的贷、彩礼贷、校园贷等等五花八门的贷款产品。这些贷款产品的用途不一样，利率呢也各不相同。江西某银行推出的彩礼贷最高可贷30万，最长的可贷1年，年利率达到了 4.9%。昆明某银行此前推出的目的贷贷款利率则是高达 9%。那么这些产品推出之后都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很快就被暂停。为何银行会出现如此多的奇葩贷款呢？业内人士表示说，究其原因是这几年不少中小银行面临的最大的困境，并不是放不出去贷款，而是找不到合适的借款人。于是呢，就想着从特色上入手，给消费贷穿新衣。面对五花八门的特色信贷产品，比如说彩礼贷、目的贷，金融创新如何守住民生底线？我们继续来听招联首席研究员、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副主任董希淼的解读。近年来，一些商业银行推出了一些特色消费信贷产品，它面向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场景。一方面呢，较好的满足了特定用户的需求，拓宽了金融机构的服务边界。但从金融机构来说，应该注意3个方面的问题：不可为从事非正当职业，比如从事赌博、贩毒等违法活动的人群提供信贷支持；二是特定场景应为真实两性的场景，不得嵌入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禁止的场景，比如说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；三是要加强信贷资金用途和流向的监控，确保贷款不被挪用，防范资金违规流入楼市、股市。此外，金融机构在营销宣传方面要注意合规、适度、利率等关键信息披露要全面准确，不得夸大其词，不得过。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个养老贷到底是什么个东西？首先，第一个是银行推出了一款贷款产品，它不需要抵押，而且利率是固定的，以后不会浮动。第二个，它贷款对象是谁？需要交社保的人。具体的，也就是那些要么是他社保年限不足，要一次补齐的，要么是那种想提档，他以前交的少，想一次多交一点，这样高档，他退休的时候拿的就多，是给那些反正对社保有需求，但是又缺乏资金的人，给他们提供这么一个产品，无需抵押，利率固定，甚至还可以提前还款。这个视频里面也介绍了，如果说你按最低档交的，你现在去贷款一下贷个9万，你去把它
补成最高档。那这样中间退休之后，如果你是最低档，你退休之后只有100多一个月。如果你搞到最高档，你这个中间不就缺钱吗？你就从这个银行去贷款养老贷，给社保一次补到最高档，这样你退休一个月就是800多，这样中间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价。这个差价你的成本是什么？你的成本就是你这个养老贷的利息、本息。那你把这个本息去掉之后，你每个月还款嘛，这样你还比你按最低档交，你还能多落个100块钱。这个意思具体多少，这个每个省它都不太一样。这里面对参保人来说啊，是不是就出现了一个机会，借鸡生蛋嘛？参保人，你去银行去贷养老贷，你没拿钱，你交到这个社保账户，完了之后你每个月多拿800，这个800里面你把那个银行利息和本金扣掉，你多拿了100多。这个表面一看，这个还是不错的。所以我来谈谈养老贷。首先第一个，银行敢这么做，你看他没有抵押，没让你抵押房子，没让你提供什么担保。作为一个金融机构，那它风险在什么地方？说明作为金融机构，它对国家养老政策、对养老金，它是认为是没有风险的。这里面唯一的风险就是参保的人，他是一般一贷款是15年，那你15年之内，你贷款没还完你就嘎了，这里面有那么一点风险，对金融机构来说。但是我在想，金融机构对这个风险它也是要把控的，也就是即便这个参保人嘎了，你自己交的灵活就业，你个人账户的钱还是你的，那银行肯定要求你，你要是嘎了，你这个钱你是贷款的交进去的，个人部分还是你的，还是遗产。那你恐怕子女就得放弃继承，你的遗产你要先还贷款，所以说银行还是风险不大，这是我个人推测的。因为你交的社保里面，你个人账户的钱永远是你的，如果你嘎了，那你这个个人账户钱没发完，最后一次性的要领出来的。说这个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作为银行，作为金融机构，他对咱们的养老体系，他是十分有信心的，他是愿意借钱给你去交社保，你通过每个月拿退休金再去还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开动脑筋想一想，为什么？这就是我在我的节目里面每次都要提倡劝大家，如果你有钱，如果你有饭吃，你有钱，你一定要交社保，不要被那些情绪化影响，什么社保不够了，以后什么社保又亏空，退休金发不了，连银行都不怕。有很多人是情绪化的，明明他有这个条件交，他就是不交，这个你以后要吃亏的，你一定会后悔。当然了，我们要分开说，有人现在没条件，你就他现在连吃饭都是问题，失业了，完了这个工作也找不到，还要还按揭贷款，把这个房子买了等等，孩子要上学，他根本就不够花，这个时候再去交社保确实压力大，这是另当别论。如果你有钱，你把钱往银行存，你把钱去买黄金，你把钱去买股票，你买社保，不去交社保，这个是绝对的糊涂。你银行都不怕把钱借给你去交社保，你拿退休金去还，银行为什么不担心你到时候退休金发不了？所以我们考虑问题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。如果你的条件好，钱更多，那你交社保尽量交高档的，你交的越多，你以后拿的就越多。所以我每次讲交社保的时候啊，总有人在下面留言，情绪化的，他就质疑这种养老金够不够，这个大窟窿，以为以后人口会越来越少，缴社保的人少，对吧？拿退休金的人多，他会担心这个退休金发不了了。这种情绪化比较严重的，我一般都是拉黑。养老金是一个国家必须要刚性兑付的，说不好听一点的，他就是印钞票，他也得给你发。他的这个安全系数，他的信誉比工行的存款还要高，所以你把钱往银行存，你都不愿意去交社保，这个是糊涂。我还得提醒一下你，如果你是要润出去，那另当别论。只要你没有润出去的打算，你就老老实实交，按自己的这个条件，尽量交高档的，档次高一点的，这个比你存银行要强，对吧？不要到时候后悔。那第二个，我又为这些交养老保险的没有钱交、缺钱的人，我也觉得虽然有养老贷，他可以拿来提高自己的这退休待遇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也觉得这些人不值。你看看他贷个9万，他能多拿800，但是实际上他是给银行打工，他个人只多拿了，综合算下来只多拿100块钱，那大头全部让银行赚了，而银行只不过给你提供了一个9万块钱的一个贷款而已。
所以我们要从惠民角度考虑，这个确实银行赚的太多啊！银行给出来的存款利息才年化1%，3年期的才1.5%。所以想一想，那些把钱存银行，但是他不买这个社保，或者把钱宁愿存银行，他也给社保交的非常少，不愿意交高档的，一算账就发现你吃亏了，你这个钱让银行赚了，你这边往银行存3年期才1.5%，那边银行把你放给别人3年几，还有好多人要去贷，贷了之后去交社保，你自己都不愿意去交高端的社保，你这不是吃亏吗？我知道有很多灵活就业的人是自己在交社保，所以你好好算一下，你从银行这个角度你去看，如果说你在社保这块交的是低档的，完了之后把钱往银行存，就赚他那个1.5%的利息，那你吃亏了。但你不如把这社保调成高档的，到时候退休时候多拿，不要担心你提前嘎了。什么有的人说我退休65了，我活不到75，还有一个什么以后社保钱没有了，亏空。银行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第三一个，我从银行角度说，我看了一下，这个湖南多家银行推出养老贷，全部是什么农商行、农业银行。为什么？我没看到什么工行、建行、国有大行或者招商银行。实际上说，这个银行现在经营压力特别大。你这个养老贷，现在前面视频也说了，它到底是算消费贷还是算什么贷？它还有一定的合规性的压力、合规风险。那银行为什么推出打擦边球，推出这种产品？实际上就说明这个银行经营压力特别大。经营贷、消费贷、按揭贷款是吧？贷款买车这玩意你推不出去，大家都玩命的存钱，不给你去贷款。以前贷款的大户是房地产，现在房地产低迷不景气。房地产行业不需要贷款，想贷款的你不敢给他，恒大倒是要贷款，融创也要，万科也想贷款，银行不敢给他。优质的客户被几大国有行给霸占了，再次一点的客户也被那些股份制银行给抢走了，所以到这些农商行、什么城商行、村镇银行，它已经没有什么优质客户了，各种贷款、各种业务又要增长。这就是压力。你看那个胡适，银行股蹭蹭往上涨，你看它报表里面显示银行的业绩、利润每年都要增长。你说目前这个行情，你银行的业绩怎么增长？很难。这不仅要靠做假账，所以逼着这些银行的去创新，所以才搞出什么养老贷出来。有的银行搞出什么彩礼贷、升学贷、各种贷。最后我再说，这个贷款去交养老保险，对参保的人还是有那么一点风险，你不能说没有风险，这风险是有的，但是这风险概率有多大，这自己评估。你一旦用了养老贷，那意味着你退休以后，你每个月是有一个固定的钱，就像那个按揭贷款的，你要还这个钱是固定的，它不会多也不会少，比如一个月800，你一个月就得交800。好了，但是你退休以后，你这个退休金能不能拿到800？存在这种可能性，有可能你拿不到800，这一下你就麻烦了。你本来是养老的，结果退休以后，你每个月还从自己身上拿钱出来去还这个贷款。你本来从退休金里面你多赚一点，结果没有多赚，反而还要增加你的负担。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？你不能说没有，极端情况是有的。万一你看去年退休金，今年平均涨了2%，以后有可能不涨，有没有可能下降？本来你是想一个月通过养老贷多赚他100块的，结果他这个养老金一旦要万一它下调，你不仅没多赚了100，反而你恐怕把自己的钱还要搭进去，增加养老负担。这种可能性我不能说没有，那是有的，咱们叫底线思维。所以说我本身我不提倡你去通过养老贷去交社保，你可以节约，你可以省吃俭用，你可以从其他方面节约，你去交养老金，而不是通过贷款。所以养老贷说明什么问题？其实第一个就是你只要不出国，你还想在国内待着，那你就老老实实去交养老金，根据自身情况交的越多越好，这一条不用怀疑。第二个说明银行现在日子不好过，银行的压力非常大，小银行的压力更大。第三一个，如果银行能够把养老贷产品利率再往下调一调，真正的做到惠民，我觉得这还是个好事。既然你推的养老贷的风险非常小，甚至无风险，那你这个套利空间就应该小一点。毕竟消费贷不是已经做到2.几%了吗？还有经营贷也是2.几%，
那作为普惠产品，养老贷应该给它调低一点，真正的让利给这些参保的人。你想想，都用贷款、养老贷去参保了，说明这人收入比较差，真正的是这个低收入家庭，你更应该向他倾斜，让利给这些低收入家庭，你都要去贷款去交社保了吗？所以这个才叫普惠金融，是真正的叫扶贫。有很多人由于种种原因，他的社保他没交，或者是他没钱交，到他最后要退休的时候，他从银行贷一笔钱，一把交了，他每个月如果银行让点利，不要3%的利息，如果是2%，那这个人他一个月也能多拿一点退休金，这不就是扶贫吗？这个是真正的让利于民。所以我觉得工行这国有大行应该主动的做这个事，承担这个责任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